即摆北海华地区的大水河、三支地区的灾损也是真严重。伫咧北连溪附近的济徛家拄着土石流，再便是呼吁市府赶紧协助清理。也若伫咧地势较悬的知名美术馆，馆区也有淹水的灾情，目前正咧过点损失状况。新北市文化局也紧急调派这个抽水车协助馆方清积水。透过民众翕到画面，会当感受到迄当时北连溪溪水涨起来威力。溪中亮灯啊，互错漏的溪水完全包围，来到8公里的民家厝，四围拢有土石流侵蚀的痕迹。有居民的规个厝埕会当讲，互土石吞没，迄当时完全唔知要安怎。凊彩地边，我迄囡仔昨昏无转来，无代志，若有代志，你市长有法度负责无？这一间厝内是全部毁了，客厅互土石流侵入。第一出水的脚步来到后顶，大水也咧继续往山骹下落去。厝主无奈表示，后壁排水沟设计伤细，遮尔惊人的雨量根本就消袂赴，灾害才会遮尔严重。我前2天雨小一点，我两晚都没睡，一直在清。排管要加大，不然每次水大就会有灾难。政府问到的代志，这是公共危险的代志。住伫山边有危险，伫山顶的知名美术馆因为水流汇集，造成馆区大淹水。实地来到馆区，会当看到地下室积水，无法度家己排出。因为受灾严重，官方公告拜六停馆2日，现场会当看到抽水机一直在运作。新北市文化局紧急协助调度抢救，各高场关心。我们也紧急协调区公所，利用大型机具、抽水机具的部分来协助他们排除淹水的一个状况。确实灾损也有待清查，文化局表示，接落来会协助清消。超大大水河也互山区真侪道路互山帮阻断，拜六雨势减缓，怪树入场进行刷除。原本出现严重崩塌的管道107公里左右，拜六下昼也完成部分路面疏通，目前会当单线双向通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